耶和华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的敬拜。撒迦来念圣诗俄勒，圣诗180首，全能独一的王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大家犹原徛着，咱做伙来讲读《使徒圣经》，告别咱的信仰。《使徒圣经》伫圣诗的头前，请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。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敢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撒迦来启应文第64篇，暂时嘛是雅各书第1章，伫圣诗后面1117页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唔通受欺骗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。当时引起的影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就知。
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要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，甲惯惯的邪恶。要实行道理。简单听道理无法实行的人，家己详细看了后，就会离开。不过有得详细查考，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得坚守的人。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。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是在欺骗家己。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对被上帝看起来。咱同心来压头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搁告诉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，但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互阮的安息圣日，互阮有份来甲伫你的圣殿内面以及网络线顶，三角来敬拜阿罗你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求你帮助每一位母亲的工课，纪念每一位母亲的辛劳，祝福每一个母亲的付出，也求你允许阮中间每一个母亲用忠心尽职来养育囝儿，用仁爱智慧来教导囝儿，用言行模范来带领囝儿，用真道理信仰来栽培囝儿。伫这个母亲节的日子，愿上帝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，予因上好的属灵福分。予天下每一个母亲知影，伊为着囝所做的每一个祈祷，所讲的每一句鼓励话语，拢诚做你宝座前芳芳的者。主啊，将近尾一两年久的新型肺炎病毒，引起全球性严重的疫情。求主怜悯、保守、拯救阮，互人类伫患难中，通过彼此的关怀帮赞，携手胜过侪侪的试炼，做好防疫，也完全控制，得到医治。主上帝，感谢你今日特别差派阮陈牧师伫阮当中来分享你的信息，甲主你今日的圣礼典。求你允告陈牧师的嘴甲智慧，互今日的礼拜信德得到造就，性命得到亮光。阮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免。三角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13章第8节，甲第9节，以及14节甲18节，国语和合本伫圣经第13页，台语汉语本圣经第11页。我来读。阿伯兰甲罗德讲：你我毋通冤家，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也毋通冤家，因为咱是骨肉的亲。全地减无伫你的目睭前吗？请你离开我。你倒平，我就正平；你正平，我就倒平。14节，罗德离开了后，耶和华对阿伯兰讲：你业目对你所踮的所在，往东西南北来看，因为你所看见一切的地，我拢要予你甲你的后裔得到永远。我也要予你的后裔亲像地上的土沙，人若会算地上的土沙，才会算你的后裔。
立起来，遍行这个地的番地，因为我要将这个地互你，阿必然就搬线布片，到西伯伦瓦万里迄个上书徛起，伫遐为耶和华起一座堂。以上，请圣歌队来献诗。今日诗是甲主同活。咱即时来请陈牧师来证道，题目是阿伯兰甲罗德的选择。咱所敬听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上帝，我有这个机会会使讲，讲正牧师迄站时间做小议长，这站时间阁继续。请做咱教会小会议长，我的任务真简单，带新的牧师来，了我就要离开。所以今早起讲才是我这个时阵上落尾一个讲台，伊教会啦，伊即个教会。当然，我本身牧会31年。行到上尾的路站中日教会也聘请我最后一任，当然也继续请咱大家为中日教会祈祷，
因为决定要去新的礼拜堂啦，吼，咱中日教会小会长老讲，这个教堂无还未起好势，你袂使离开。我就想讲，这个到底要到几岁啊？哦，望讲这个计划当然是真大计划，望赶紧来会当顺序来结束。今早起咱的台北无须得互这个阿伯人甲罗着选择。这个选择啊，咱每一个人一生中间做了真侪这个选择，总是咱伫这个时阵。别讲起是大项的选择，小项选择哦，上帝无是互咱有这个自由意志。你啊，食甜的、食咸的、食咸的，哦，要选这个查甫，选这个查某，拢在伫你家己啦。总是这个选择的背后是甚物来影响价值？咱今日看出这个价值出来。罗德甲阿伯两个人拢是这个。的身份，因对故乡有离开到伫迦南应允的所在，然后无偌久，迦南这所在拄着这个饥荒，因就迁徙到埃及。伫埃及这个所在住了不遮久，法老王对亚伯拉罕非常的好，送了真侪这个精神予伊。牛羊，所以因就倒转到这个原来家人所在。罗地也因为这个阿姐关系，伊也得到真侪这个财产。甲双方这个牛羊拢生产真侪，发生了一项代志，咱知影旷野所在，上界需要是水井的代志。羊牛愈来愈多时阵，所以。雇羊人开始伫三井，这个水井是我的，是你的，就安尼相拍冤家。做啊，这阿伯人伊主动出来，这个做解决，伊就对这个你来讲吼，罗德，讲阮两人是孤弱，毋通三井，无安尼，互你先选择。你若选正平，我就到伫倒平；你若选倒平，我就到正平。这个权先交互这个罗德就对啊。这罗德啊，照你讲，伊是做晚辈啊，伊应该有礼数，应该说阿姐真是咧，因为我这个最近代志，讲有人双方伫遐冤家吼，真歹势。应该互这个阿姐先来选才对，选颠倒这阿伯人先来讲话啦。伊嘛无抱这个歹势，伊就选约旦河东边这个所在，拢是平原，土地真肥的所在，伊选。无要紧，人选定一时，总是圣经的写是到落尾，所以咱看因的选择到落尾有啥物改变？两个家族，咱会当做一个简单的缩影，看出无相款的结果。阿伯兰后来改名做阿伯拉罕，伊生以撒，以撒就生雅各，雅各咱拢知影生12个囝，其中有一个号做犹大，伊犹大号的其中一个就出世什么？亚。罗德呢，伊就选择住伫这个索多玛这个所在，摩押索多玛这个平原所在，真肥，总是有一个真大问题，因遐人无敬拜上帝。罗德选迄个所在，落尾时阵，伊的某变成做一个盐条啊。后来，伊的两个查某囝。甲爸爸发生关系，生出摩押甲阿文。摩押阿文变成做一真大这个族群，总是出去在圣经有写讲，《申命记》第23章讲，这两个家族的子孙
甚至到10代不准进入到耶和华会幕来敬拜上帝。你看，上帝刑罚遐严。亚伯拉罕甲罗得一生中间，甲咱警告讲，特别是咱做老爸们攀袂去一哈，咱做老爸形象影响到咱后一代。我说你写讲，选择决定结，影响咱的选择是咱所相信迄个价值，或者是价值观。最近我甲主娘。拢为着阮囝的女朋友的代志，伫遐烦恼祈祷。因为女朋友交往不遮久啊，总是无信主。但毋知是要安怎讲，是要主动不准。因为阮是信基督教的，因这无信主的，袂使交往。敢会使安尼讲？这个时代爸爸妈妈吼，甲我迄时代爸爸妈妈完全无共款啊！甲你尊重，到尊重，到继续尊重。都是阮都要祈祷，用这个有智慧的来影响做囝的。当然感谢主，这个囝不遮体贴。伊讲爸爸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会真细致。不过就是讲，我唔敢将伊给赶出去，讲阮两人来分手。有一日伊倒转来。心情真郁卒，讲我们分手了，伊就流目屎，阮两人心底不加欢喜。总是经过一个月了后，伊佫敲电话来讲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们又复合了。”阮两人继续烦恼。我这个故事是真的，大家讲听就好哈。继续在倒，因为家己选择，这个选择是什么人、什么代志来影响价值？总是这个价值是对信仰来的，这个价值怎样来形成？这是累积起来的，这是一天累积起来。咱唔通看见咱逐日来遮聚会呢，唔通看见你逐日来读圣经呢，就算我咧读圣经读唔知啦。总是累积起来，这种的形成，成做你我心中间的价值观。这个价值会决定你是对还是唔对。我再讲一遍，有当时咱两人在讲话吼，不管是夫妇啦，不管是生理啦，那卡出这样代志，我赢是对我决定来行时阵，无拄对是符合上帝意思，安尼敢知影？那所有这个选择，都要创清楚是到底有符合上帝的心无？这是咱伫阿伯人跟罗德中间看会出来代志。所以，基督徒咱本身有两个身份，都要弄得非常清楚。咱看这泡泡写起来，这种身份有两个，一个是伫天国，一个伫世界。咱享受这两个身份，无信主的人，伊唔知影伊有这个天国的公民身份；有信主的人，你才知影讲，咱有这个天国的公民的身份。所以咱暂时活伫这个世间，受洗了后，上帝无随将你我吼提高到天顶啦吼，离开这个世界无啦，是安怎呢？上帝爱继续通过你我。继续用这个世界公民身份，伫这个所在来显明上帝形象。所以你我有这个责任，传福音就是这个责任。所以基督徒袂使稳重咱的身份，佮挑工刻意显明你的身份。有这经文安尼写，咱来做来读。毋是用迄号伫人目睭前的温群。亲像处互人欢喜的，要用诚实心敬畏主，既然恁所做，就出伫心来做过来。亲像服侍主，毋是服侍人，在恁要对主得到神接业的报赏，
恁会是服侍主基督。所以咱逐时逐刻拢爱伫生活中间来服侍主，做社会好公民，爸母好囝儿，或者是讲做囝儿的好老爸老母，伫这个单位中间做一个好员工，这是咱的本分啦。咱甲世界是无相款，阿伯咱有非常清楚。虽讲是活伫这个世间，因为伊讲，因为伫遮咱无久长伫地城。是找迄个将来的，所以伊的目睭的认知真清楚。伫世界总是无属伫这个世界，伫地总是有亲像活伫天共款。所以咱有这个身份啦，咱知影讲耶稣捌讲一句话：撒该归该，上帝归上帝。有讲这句话对无？逐回到伫选举的时阵，有人咧讲好，恁遮教会人吼，你伫见到教会，莫插政治好无？吼，政治是归政治，教会是归教会，安尼计算啦。哦，我甲你讲，这是凊彩，这毋捌圣经的。我请问撒该的主人是甚么人？撒该主人是上帝，只不过伊毋知。那我假做撒该的百姓，我对你来奉献，纳税是应当的，因为你是皇帝啊。总是若准讲我是撒该是皇帝的时阵，我都爱尊敬上帝。我袂当将这个权凊彩来欺负这个百姓，上帝无予我这个权呢。这是人家己互家己的这个权啦。到落尾时阵，见面甲上帝见面时阵，上帝会问讲：什么人互你这个权？所以伊的主人都爱就知影伊你的主人是什么人。这就是上帝讲话时阵，上面对信徒讲，上面也对撒该本身来讲。每一个人拢有这个机会，真做世界当中不只影响的这个地位。刚才你真好个，熬这个做生意，你做这个总裁，你做总统，无要紧。到迄个时阵，你的权不只大，总是迄个权的本身是真做服侍上帝罗卜的机会，毋是来控大咱家己，毋是来影响咱家己才对。所以咱用这个公民身份来尽忠服侍上帝，不管咱做什么款的头路，不管咱是真做什么身份。哇！真做台儿族，咱真做这好多人，咱真做客庄一人，拢无要紧。一生中间不过就是80年、90年，随时都离开嘛。离开的时阵，100几时阵，真正是问出现了啦。迄个主人就问讲：你倒来是？在生的时阵你做啥物？所以咱已经看过迄个缩影。看这个好野人跟这个送养人对话，中间是阿伯拉罕。这好野人伫地个中间对这个阿伯拉罕讲：主啊，这个所在真痛苦，嘴干，拜托，添一罐迄水互我啉好无？阿伯拉罕讲：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。耶稣用这非常趣味的比喻来比拼这个人伫天国，这样的地个，迄个效果是遐时间差遐多。你我都知影，咱正后去敬感是安尼，你要敬是敬挂伫倒位，所以选择非常重要。不管咱伫叨一个国家、叨一个族群、叨一个职业，你我拢阿门。保罗讲：受割礼无算什么，无受割礼也未算得少。都是受上帝戒那尔。达人伫什么顶号受掉，就永远点伫迄个顶号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界限，这个范围。比如讲，咱住伫桃园，这就是咱的这个界限。你有你的朋友的站面，你有你工课的站位，无要紧。伫这个所在，用这个角色，我尽忠来做上帝工，安就好啊。所以，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咱做来读，写伫这个
马太福音第5章，咱拢互相识。你是地上盐，盐若失味，要用什么互伊咸？后来无用，不过迄伫外面，互人吞达若定。你是世间的光，城起伫山顶，微微稳密，无人点灯，下伫斗的，就是下顶台顶，就骗照厝内人。安尼，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因光，互恁伫天里边。我毋茫讲咱同教会将这章经文记条条，总是记条条的时阵就要行动，因为这个经节会开始圣神对你来警告，伊要直接甲你问讲：我的囝，你若对照这个经文时阵，请你来反省你的生活。基督徒的传福音是侵略性的传福音。什么是侵略性？比如讲，耶稣来到世间，伊主动来拍门呢，主动来敲锤送香人呢。那请问，内底伊的脚步，咱的传福音方式，敢是有这种主动性来探访别人？真侪人伫教会中间，拄则讲阮4代第几代，你若看入去伊的生活中间，伊的生活的方式，拢是被动的，拢是被动的，毋捌主动甲这个探访，惊了甲挑，控制的理由讲，我的个性是内向的，袂晓讲话。我真正的门徒是懒惰的门徒，当面对挑战。我讲你若读这个圣经时阵，读到细字时阵，圣神对咱来讲话时阵，他一定会讲，你就要调整你的生活方式。你唔通做一个孤单基督徒，你唔通干那出去伫教会中间就随倒转去。就要开始影响其他人，请你好好做朋友，请你好好做朋友，请你好好正做，互人真轻松来亲近的一个人，莫永远保持迄个苦面。一个基督徒袂晓做好朋友，你是要怎样来传福音？这个根本是讲这样代志啦。然后唔谈袂记这，咱是天国这个身份。我讲一个故事吼，93年、94年时阵伫英国读册，时阵吼身材比较较苗条。我到银行要处理一寡代志。伫迄个里头的这个真细的这个城镇中间哦，全部拢是英国人、白人。我伫迄间教会礼拜时阵，250个为你讲会，拢是白人，因为拢是戴这个高帽子，穿的衫都非常整齐。啊，城这个城看起来都规个看起来好像真水花园共款。这路的边啊，也非常清气，拢是正花。因无这个红绿灯，敢若红灯，你若要过时阵，就试一个按钮，迄个电火，这个灯就黄色，安尼开始伫闪，就拍光啊，你就会当行。啊，赛车人就看见这个警示线，就安尼慢挡伫迄个所在。我对台湾来，台湾人有这个个性，闪烁，意思讲阿哥会当走。我是照台湾的习惯，红绿灯啊，这种黄灯嘛，继续会当走。我都用走的啦，走过去处理我的代志。我倒转来时阵，阿哥如果是迄个小可闪，我继续用走的。
伫迄个时阵，我看见有人徛伫迄路边海头。我经过时阵，有一个阿嬷赛车坐伫迄个车内面，迄个车真久真老，我看见老人伫内底海头。我倒来时阵，我将这项代志甲牧师娘讲，我感我真歹，我是来乱的，我感觉我无留予真好的形象，互遮的人。遮的人知影我是对台湾来，还是对日本来，对中国来，新加坡、香港，拢毋知，不管，总是我留予遮的人讲，这人真歹。当然，我无发出这个车祸，我本身嘛身躯好势好势，总是我倒转去的时阵，我咧想讲，我是对天国来的光明。总是我破坏这个身份，伫这个用世界身份来破坏。我是对上帝来反省，我真歹。兄弟姊妹，假使咱永远用这种态度来反省的时阵，想必我家己本身是阿伯拉罕的时阵，你看阿伯拉罕，伊一生中间是怎样在行达？伊逐项代志拢看家己是对上帝，是对上帝爱来负责任的。我这个所在是无敬拜上帝，无偌久，伊咧弥勒过身，两个囝过身，你看，伊选择会过这个介绍较悬的价值。所以咱做这个负责人，在细字哈，唔通找这个好嘢人吼，都真做你的翁。都要看这个翁本身有这个真亲的价值无？落地人生观是金钱决定一切，到什么所在，你看什么发展会当发展，会当发展。圣经中间真趣味，
伊牵线所在，毋是一下就固定，伊是慢慢牵线，慢慢滚我索多玛、俄摩拉罪恶的声。伊若对照这个阿伯兰都无受伤，阿伯兰牵线到一个所在，伫迄个所在做坛来敬拜上帝，到什么时候拢做，拢有这个习惯。伊无注意到这个所在是真肥，无要紧，伊拢跟对上帝的指示到迄个所在，伊就敬拜上帝。路德是慢慢滚我，慢慢滚我，到落尾时阵，伊会无开变成做一支盐条。我甲你讲，这毋是一时啊形成的，结达关系久长累积起来的。我做一个比喻。伫中立教会，我已经住遐8冬，那卡数加上这个生活8冬，10多年啊啦。中立这所在，你若用这个教会半径1公里，你算看觅，有几个市场啦，偌尼方便啦，近照这个人果啊是物件，搭一个较俗，搭一个较好，拢知。这个范围中间几间病院，这个中间的交通设备非常便利。我若讲啊，退休了后要去住倒位？伊就讲，你看，你即满60几岁，目睭就随开刀啊，啊心脏也歹歹，哦，去到山顶时阵，若准讲忽然间你危险的时阵，你会当塞车无？我就讲哦，安尼哦，啊要带队，至少可能会当有一个考虑，睡一间厝带伫中立安尼啦。我听了哦，意思讲这个无顺样，无都离开中立的意思呢。虽讲是讲笑，总是伊的认知讲，这个所在，连我本身也认知，这个所在真顺遂、真方便、真物件真俗。同款的代志，路德的某是怎样在看索多玛？伊是渐习惯，到落尾时阵，要毁灭时阵，要倒转去，上帝警告讲，毋通滑头，绝对毋通滑头。刚才迄个时阵，无卡车会当载所有伊的物件。因某检查是讲小可毋甘的心情，密一下，偷看一下，就随便加做盐条。这个世界，咱认为讲真健康，干嘛呢？咱继续看一下。后面啊，这是保罗甲咱警告，咱做来读，毋通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。所以这个变化不加紧。我讲这个保持咱灵魂的这种清心吼，是一种操练。毋那是逐礼拜来遮礼拜，毋那是一礼拜中间参加小组团契，是你我本身伫每一工中间，每一个时阵，你会当静心落来，伫上帝面头前来反省。所以咱继续来看，什么时阵？佫继续下骹，伫顶管哈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在上面。哦，我看到，这个世界中间有4项物件影响你我的生活，有4个东西。头一个叫做多元主义。第2个叫做物质主义，第3个道德相对主义，第4个爱家己的主义。这4个主义我无时间讲了真有。这四个这个主义，好亲像魔鬼共款，伪装藏伫内面，充满伫咱的世界中间，影响所有人结达。所以爱非常细致。19世纪。芬兰神学家齐格个讲，世俗化带互咱最大冲击伫倒位？伊伫这个世界中间将
这世间当作是永远，将金钱当作是永远，将永远当作是无重要。阿伯拉罕一生中有两项代志，正注意，一个是祭坛，一个是布片。祭坛咱已经知影，伊迁徙到逐所在时阵，拢起坛来敬拜上帝。大项细项拢来敬拜上帝。第二个布片，布片什么意思？咱拢知影，住帐篷都随时会当拆开，敢是迁徙到其他所在。无毋对，伊的生活就安尼，就表示讲，伊看家己是寄卡伫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袂当成做伊的全部，伊无安尼生，伊是人客，寄卡暂时踮伫这个世间，也因为这个观念，别人竞争，你无要甲伊竞争，因为别人看这个世间就是永远啦，因对伫未来的代志无啥物想象。无这个概念，那卡输这个世界无永远、无上帝时阵，咱做基督徒有啥物路用？总是对伫阿伯拉罕中间，伊无这种看法。每一人都要保守咱家己，每一人这个我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写一个结论，第下骹，咱做来读好无？暂时用这个话语来读。你是你。并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，或你想什么，而是你是谁。你这个人内在里面的本我，才是真正的你。我讲一个例就对了。比如讲，咱的家里要来结婚的时阵，上好在看讲，啊，这个查甫吼，因厝什么，因什么款的地位。啊，听讲是不加善巧，啊，这女方就讲啊，以后你若查某囝嫁过去，嫁过去的，真辛苦啦，卖啦，就安尼。附属物件加添伫咱的心上，诚做你这个人是不加重要。但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已经安尼看，总是伫上帝面头前，毋是安尼看。我是真做我本身，毋是我有什么物件，因为这我有什么物件，我是朴素，我创造几千万，这拢是上帝互我智慧累积起来，兼且是我的父母因真够温群留互我的，我根本无什么通会当夸口的，总是这个世界都比较能去啦。你是什么身份？你什么种族？你什么地位？你一个月赚偌济钱？真侪人吼，看起这个情分身，水梦生了不加水，伊就主动打退堂鼓啊，讲你不要喜欢我，我无这个资格，请你离开我。你若用这种物件来甲我评判我的这个资格，毋免，我无爱我，互我老爸老母吼痛苦啦，我毋甘，请你离开。咱伫上帝面头前，是要真做一个人，是上帝看你的内面。那卡斯鲁主讲你的附属物件，真多还是真少，拢袂影响你我原来上帝创造迄个单纯的我。你会将你真多物件当作什么？当作是上帝互你来有当服侍的机会啦。所以我最后用一个例，洛克菲勒伊的例，咱看下骹。洛克菲勒是美国不只有钱的人，伊写差不多30封的批予因囝，叫做 John。其中有一个批予做我无这个权，真做颂扬的。有一天伊到礼拜堂是拄到一个少年啊，少年讲都非常这个认真甲问讲。Rockefeller 先生，我要甲你们请教一项代志吼，因为钱是万恶的源头，这是圣经所写的。Rockefeller 听了后就讲，我就知你讲这句话的时阵，我就知是安怎，你一直无法度好业。伊就讲，
你甲我拢伫教会中大，你我拢读圣经，总是我甲你讲，我读圣经哦，比你较侪淡薄，因为即句话你讲毋对，即句话头前爱加一个字，贪爱金钱是万恶的源头。啊，即句话另外意思是讲，人若诚做金钱落力落财，你就死啊！伊就直接甲解说讲，即句话毋是安尼解说，伊就讲，请问一下，好业较有气力影响力，还是颂扬较有气力影响力？我请你回答一下。咱知影即个撒该故事对无？耶稣甲伊见面，进到伊的厝中间，撒该出来时阵，伊就做一项改变，伊就讲：我要将我的财产一半分予送香的人。那确实撒该是一个善起来人，伊敢会当讲即句话？兄弟姊妹，我是送香的，耶稣甲我改变啦，我依然是送香的。所以我无财产通分一半予恁。啊，你听了是啥物意思？罗克菲勒对这个少年人讲：你对金钱的态度认知错误。那设施，你的手中间加添一寡气力，你敢毋是会当改变加一分的气力，改变你的家庭，带来幸福？改变一个送香人，改变幸福，感谢呢。所以上帝予你有富裕，是要来予你有这个机会，真做服侍机会，毋是将这个富裕藏伫你的内底啊，然后评判你家己的身份，加添你附属物件，互人认为讲哦，你真高，你若准讲是安尼，你必真做钱财的奴才啦，啊！这就是认知价值观无受上所在。我真正是毋望咱做基督徒，毋通凊彩互这世俗化来改变。咱真正爱有这种态度。所以 Rockefeller 伊富人人过身了后，将伊所有财产拢捐出来，因为知影伊无偌久就要离开这世间，伊敢若剩这个囝尔。伊也无留一寡这个财产互因囝，伊非常清楚讲，这是恁老爸的气力，这上帝互我的，你都要用你家己的气力，我靠上帝引带，创造你家己的人生。所以咱才知影讲是安怎？伫美国遐侪人有真好嘅人，无爱将伊的财产留互伊的囝，的原因伫倒位？拢徛伫价值观。这个价值观拢徛伫倒位？徛伫信用来，毋是无爱将这个钱互你，是惊了你因为这个钱反转，你无爱去奋斗，靠你家己气力，我靠上帝来长大。所以到落尾时阵，拉克菲勒讲一句话，我想我有写起来，我的囝无比为着，敢若为着趁钱来，搁可怜搁苦，总是我知影。趁钱的方法，要互这个钱真做我的努力，我无爱将我家己当做钱的奴才，我是安尼做。这是信用反省，这也是真做伊的世俗的光，世界盐一个范例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创造咱有这个机会，将你有存的物件，通过你的反省。通过信息的引带，去将其他人得到你的好处，让因将这阳光归于上帝。咱做来祈祷。俾阮上帝感谢你，阮通过这个经文，看见亚伯拉罕甲罗德因的选择，到这个无相款的所在，到这个程度。主啊，伫现今的世界中间，阮真正真恶。去找到一个清气的所在，这个所在无一点啊，无受到世界污染的所在。我敢若剩一项，伫逐工、逐时，
掠掉这个机会来请君你，好亲像阿伯兰每一回迁徙到新的所在，就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。主啊，简单讲，只要阮带着敬拜上帝心甲习惯，无论到伫什么所在，我拢会当将迄个所在变成做一个至圣的所在。主啊，求你引带阮祝福桃园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拢有好的即种的价值，然后生出好的选择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大家来吟圣诗回应。圣诗541首，将听传出去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咱即时来请陈牧师来主理圣礼典。咱感谢上帝，今早起咱有一位要来举行成人式，黄宝元兄弟到头前吼。阮得到帮助是我高耀花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要所吩咐的话，伊对世人中各我，也未就天大神有讲，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，就互万百世来做我学生，甲因行说的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今日我所命令你的，着教示因来遵守。过我日日，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伫五旬节彼得团会的时阵，对听伊的人有得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名受洗，到互恁的罪赦免，佮要互受圣神的赏赐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人，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。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。搁受洗礼，但我也要安尼对保元弟兄，你来讲，你着爱诚信，你若真实来反悔，告别你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受洗。今仔日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，加印证，搁表明对圣神得到点头生。
来结连伫基督。这个时阵，请会众起立，咱做伙来读共读许多圣经。PowerPoint会当拍出来。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心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罗因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，打这个全能的父，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高我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这个时阵，黄宝元弟兄，你要受洗礼，你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来应答无数问的问题。头一个，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，啊无？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瓦靠耶稣基督救赎功劳，啊无？你着瓦靠有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，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圣道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？请起立。黄宝元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你一尽正心。佮愿你的神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唯有做讲阿门。阿门。宣告。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，即是我靠教会头，也是大人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台湾教会小会官兵接纳你，成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，甲新的约的恩典。咱做阿门。祈祷，咱做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我感谢你这么大恩典，通过这新的典接纳。宝元兄弟正做咧今日进入到你的教会，愿你赐福伊，求你用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，来坚固伊的信仰，也恩典来赏赐伊，互伊通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。你会当永远踮伫伊的内面，当伊拄着试探的时阵，求你保护伊，互伊为征战信仰会好征战。愿你开力。扶持伊的软弱，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中间，互伊通一世人服侍你。主阮的上帝，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圣礼典，要会了解讲洗礼意义。求你赦免阮，用阮捌离开你的道路，直到亏欠，领受洗礼恩典。求你互阮会当完全来悔改。带阮倒转来归向你，对待了后，成做你尽忠的奴仆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咱先拍破来欢迎哈，来感谢上帝。咱做来看，咱两个人打一个年岁较大，
咱请保险先生，当底下做伙小来接纳。咱这个时阵来举行儿童的这个随礼。这些囝名叫做黄一轩，爸爸叫做黄亮渊，妈妈叫做李清寻。阮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所听兄弟姊妹，请咱来注意听耶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告我，也未就天大神有捌讲，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学生，甲因行说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你的，就教示因来遵守，搁我日日甲因来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有人捌带细囝来就近耶稣，要互因来摸，学生就责备因。耶稣看见安尼，伊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。无得正因，因为上帝国是这号人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既然接纳上帝国，无亲像细囝的，我断袂得入去，就抱因，甲因换抢来束缚因。所以，虽讲细囝也毋知影受洗意义，总是咱做父母的爱代替囝儿伫上帝面头前来洗浴。所以。亮渊甲清寻，恁做爸爸妈妈都爱负责任，对你的成长生活，成做细囝真好学习的对象。听候到伊长大了后，伊家己会当徛伫上帝面头前，来坚信伊这个誓约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就要对恁做爸爸妈妈，爱告别恁的信仰，回答这个牧师所问的问题。越南话我这个简称来翻译的，华语吗？哦，你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规律，将基督真理甲信道之人来教示恁的世囝。就用祈祷甲好行为来培养伊，互伊所行会当合伫上帝教诲法度。恁要安尼行啊无？愿主赐互恁甲你的囝儿来帮助恁，会当遵守这个约。会众请起立。黄医生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爸、圣囝、圣神的名。做伙讲，阿门。宣告，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个细囝黄医生受接纳入伊的教会，成做未陪产会员。有份伫新的约的恩典，一个细囝的老爸老母甲会众亲自做证，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，直到伊领受坚信礼。咱做来祈祷，爸，阮的上帝，阮将医生这个细囝交托伫主你手中，阮感谢上帝，通过因的爸母。会当因带伊到伫教会献上感谢，求你因带这个世界身躯灵魂，互伊的智慧甲智慧，哪加天
上帝甲人疼伊的心也拿加添。愿求你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收束伫伊的心上，因带这个世界平安经过做少年，或者是经过青少年幼小，直到成人的时，伊会当家己个别的信仰，搁坚持到落尾。主我的上帝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时代也捌经过世间的家庭生活，愿恳求你祝福着，互这个世间家庭，求你赏赐互伊的父母，伊若要照顾伊的人，互因拢有智慧甲温柔心来照顾世间，通伫你的疼中间来成长。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会友请坐，向后转。请这个导演兄到头前好无？将所有小会员到头前来握手来接纳。拍婆啊哈！保英兄，伊敢若一个人啦吼，咱都爱鼓励为着伊来祈祷，伊要通过这个信仰来引传伊出来，这人来信主哈！加油啊！逸轩这个家庭呢，家人出来底有人无亲戚？阿公阿嬷、阿姑姑，拢徛起来。家人拢站起来，咱拍拍来恭喜。好，咱教会有送礼物哈。王兄弟要读圣经哈。有其他要送礼物无？无。好，咱搁一遍来。拍拍谢谢。这个时阵，咱来准备来引圣诗，来准备领受圣餐吼。364首，来长老帮忙先拿开。左边先唱，右边先唱两遍，无事开始唱正边，安尼交叉来唱。就跟我的国度有这表领这杯，就是这表领这杯，就跟我的因为这表领这杯，就跟我的
天背对天所受事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就分我的眼泪我吃这饼，饮这杯，我靠我的眼泪最淡，生命的空呀难，总是这是对天顶来的朋友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手管我的眼泪都要穿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辛苦我的眼泪最淡，吃主的饼，搁饮主的杯，基督的末日会互你渴望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手管我的眼泪搁吹我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阮搁我的眼泪吹干。你那我命朋友，就永远我的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手管我的眼泪都要我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辛苦我的眼泪流干，那用辛苦受这饼，就得永远我命，吃这饼。主耶稣基督名，欢迎你若属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遵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就来听主耶稣对着囝仔跪伫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讲：我就是活命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脆干，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甲恁三个弟弟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照保罗写伫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，因我对主来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，来对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来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恁逐摆恁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来祝谢，所以咱伫伊名照伊的款式，咱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做为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阮知影这个圣餐道是你永远的祭司。阮谦卑恳求主上帝，借你圣神来清气阮，也圣别
才会摆伫你面头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有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。对伫你恩典的帮助，袂当成做阮属灵朋友，也会心中伫你恩典中间因光自立名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来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主耶稣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恁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确定每一人摕的时阵，你会详细摕着饼甲葡萄汁，请注意来听牧师所讲的话，咱慢慢一项一项来行。咱靠摕到时阵，请你的动作较温柔，慢慢拍开迄个饼，暗藏这个饼迄个胶膜，请细致拍开。拍开了后，请听候。饼先放伫这咱的手诶。耶稣讲，这个饼是我的身躯，为着咱来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才让三甲感谢来领受。了后，主要说也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时，就行呢
来纪念我。请咱拍开迄个葡萄汁，轻轻啊哈，感谢的恩典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、恩典，甲咱三个伫在，咱做伙来感谢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对你嘅大疼，互阮通领受你的圣餐，诚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，亦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属圣囝奥妙身躯一体，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通常做你永远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阵，求你欢喜阮的所做一切，率用慈悲来帮助阮，互阮通继续这个亲戚的交通。对打以后，会当来荣光主的名，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最后一节好无？364首，先来吟倒并一遍，然后无需来吟第5节。咱即时来奉献，请陈怡航执事科名为即时来书献。请起立，三甲来吟奉神的诗。
咱即时来庆祝母亲节，咱请主日学准备。咱主日学的这个小朋友要来献诗吼，第一首妈咪，第二首爸爸妈妈会听。好啦，咱迄个主日学的囡仔进行咱的先来报告吼。咱今仔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我读一遍，请大家来读两遍。伫咧唱诗票里面内底，耶稣对伊讲：“既若唱换礼尾来看后面的，无合伫上帝的国。”路加福音9章62节，请。有咱掀开周报第一页，下周的事工人员分配甲下部分的教育部的课程，以及主日学的聚会时间，咱家己来看。咱请掀到周报第二页，咱周间各团契聚会，甲这个下面的教会的小组聚会时间地点，咱家己来看。咱煞接出现到周报第3页，各区的小组大导事项，咱家己来看。咱现到周报第4页，顶周的奉献的明细，若是有错误的，请往办公室来更正。现到周报第5页，本主日第3点，5月份的定期中职会伫今仔日中昼12点召开。请中职出席，会后煞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第4点，下半年行事历团契小组聚会表，请今仔日以前来交互会来办公室。第5点，5月15这礼拜六下午3点，伫701会议室召开第2次。吴富林牧师受职感恩礼拜筹备会，咱请张传道甲聘牧小组人员来出席参会。下主日5月16，第1点，为着玉山新学院来奉献主日，咱欢迎陈鸿辉牧师甲戴宏义新学生伫本会来请安分享，请各位兄弟为玉山新学院的事工需要关心大道奉献。第2点，下主日中午12点，伫701室召开传道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小会消息：小会第890处会议通过聘任吴富林牧师为本会第10任牧师，定于6月27下午3点举行受职感恩礼拜。请会友踊跃参加，而且关心大道。教会消息：少年团契为了配合防疫的标准，伫5月12到5月19，拢来停会，特别者通知。第2点，咱教会2021年全教会的读经，请各位会友，咱家己来参与。
看这个进度内底，教会防疫的规范有4点，常常请大家来提醒注意。具体消息，本会柯宏温兄弟的老爸柯福明先生，暂时嘛是青年柯文雄的阿公，伫本礼拜拜4、5月13上午8点，伫咱桃园殡仪馆地美厅来举行安息追思礼拜，请关心大岛安慰遗族。教界消息，新德中会少年部会主举办的这个国内3天2暝的灵修旅游，伫这个5月17拜1，请参加的人员伫当天上午6点20分，甲教会来集合，以及6点45分的时准时要来上车，准备出发。咱这时请主礼欧来庆祝母亲节。
哦，咱即时来请现场的妈妈，请现场的妈妈起立，好不好？好哈，小朋友出场去准备哈。咱请现场的妈妈来起立，啊，请中一同工准备，请中一同工准备，咱来颁发这个母亲节的这个礼券哈。啊，请这个妈妈起立的，连面若礼券摕到吼，啊，你就做到吼。来，这边姐，那个长子的那个礼券，分那个4楼5楼，4楼5楼吼。中一同工倒骹手一个吼，4楼甲5楼。哦，啊，那个妈妈拿到的以后就坐下。啊，妈妈如果拿到就坐下，请坐下哈。哦，现场的妈妈就起立，拿到礼券就坐下哈，让童工可以看到哈，将礼券发到你的手上。5楼的同工，5楼同工去5楼吼。中一同工会记咧5楼。纪平长老，你自己要拿，你也是妈妈嘛哈。啊，拢摕到啊哈。好，咱归位哈。来，咱煞接上迎圣诗386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吟诗完，咱请陈牧师来为咱作导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甲圣神的感动，甲咱大家三个弟弟，特别是甲所有母亲三个弟弟，对即时甲的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祝歌。
电乐灭倒。咱互相请安来行平安礼，无压手。